再来看到今年的台北艋舺青山王祭，那是暗访要紧，搁伫咧捷运西门站的广场来举办红单艺文展演。有真人的艺歌，搁有表演是吸引到几啊千人去遐欣赏，热烈滚滚，带大家做伙来看。冲击仪式开始，现场热烈滚滚，信众徛伫街路两边，恭候青山宫灵山尊王。今年一届的艋舺青山王祭系咧活动陆续开始，为着配合青山宫170周年庆典，台北市政府伫咧捷运西门站头前的广场设艺文红单展演区，邀请真侪组文字团体甲在地人头来表演。暗会现场除了传统的歌唱手、乐队、花车以外，也有结合现代艺术甲庙会文化的真人艺歌，配合充满视觉甲声音的顶头演出，互街区变作是大型的户外剧场。规个西门町，互信众甲游客踏甲甜一甜，夜市、食食、街头艺文加上宗教祭典，有影是真热烈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到现场参加迎神的仪式甲红单暗会，伊表示今年青山王祭规模是真大，希望透过文化甲艺文的结合，互更较侪市民甲旅客会当感受到艋舺的宗教甲地方文化。毋但是暗时举办的夜巡将有特色，拜祀的料景包括北港马等等6大宫庙拢会到位，也互信众真期待。2025年青山王祭结合暗访料景甲红单艺文展演，毋但保留传统夜巡仪式，也互老祭典会当结合都市流行文化，透过艺歌、街头演出、夜市的活动等等的设计，互庙会毋但是宗教的仪式，对少年人甲游客来讲，真做是联捌艋舺甲台北城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